係陳家善陪你睇天氣。今日大致天晴，日頭各區嘅氣溫上升至20度或以上啊。因為東北季候風正係慢慢緩和緊，但要留意啦，華南北部嘅氣壓正係上升，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嘅補充會喺聽日稍後抵達華南沿岸，東北風就會增強，晚上天氣會轉涼，大家都要注意保暖啦。睇下11點鐘嘅氣溫啦，係16度，相對濕度85%。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大致多雲，聽朝早最低氣溫大約15度，日頭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最高氣溫大約19度。聽晚嘅風勢間中清勁啊，天氣會轉涼，而之後一兩日嘅氣溫會下降㗎。市區最低氣溫就會喺13度或者以下嘅啫。而預測聽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介乎低至高。而預測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6，強度屬於高。跟住先關心下其他城市嘅天氣。廣州多雲，澳門明朗；廈門多雲，台北有驟雨；上海多雲；北京天晴；瀋陽同首爾多雲；曼谷有霧；吉隆坡有雷暴；新加坡有驟雨；雅加達有雨；胡志明市多雲；馬尼拉落雨；孟買天晴；新德里有霧；卡拉奇天晴；澳洲嘅墨爾本有驟雨；悉尼同布里斯班驟雨；惠靈頓驟雨；奧克蘭多雲；紐約天晴；多倫多多雲；芝加哥落雪；溫哥華有驟雨；三藩市有霧；洛杉磯天晴。睇歐洲，阿姆斯特丹天晴，倫敦、巴黎同法蘭克福多雲，蘇黎世落雪。日本嘅大阪多雲，東京明朗。北海道啦，風雪啊，陣風達到颶風程度㗎。其中知床半島嘅積雪達到179厘米，打破咗當地嘅紀錄。當局派出自衛隊協助除雪。而家溫帶氣旋已經移至日本以東啦。最新嘅天氣預報顯示，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陽光，而到咗週末期間天氣會再次轉為多雲，並且會有雪㗎。準備到日本玩嘅朋友就要留意天氣變化啦。今晚先講到呢一度，各位晚安。